運動鞋都要百幾200蚊一對，而且好多未識搵錢嘅學生哥都話要買呢啲貴嘅鞋先至係有型有款喎。香港啊，先見內衣後見人啊嘛，個個都要着光鮮啲啊嘛。至於街市裏邊賣嘅菜，而家下亦都要3個幾4蚊，甚至4個幾一斤。有啲茶樓嘅點心已經賣到2蚊，甚至2個幾一籠。每一粒燒賣要成5毫子以上。大排檔嘅雲吞麵啊、魚蛋粉啊咁樣，最近亦都有啲由2蚊一碗起到3蚊一碗。買400尺左右嘅樓，前年平均係10幾萬一個單位，而家下就要20幾萬。大約係700幾尺啦。而家幾錢租啊？而家咧就1400蚊租啊。屋企俾幾錢零用你啊？個半到啦。咁你個半人先通常要嚟買乜嘢啊？食早食麵啦，飲汽水咯。夠唔夠啊？個半？麻麻。筲箕灣又有個不成文規定嘅的士站，嗰啲搭客相逢無需曾相識，砌個5個客就可以開車上中環位收5蚊，一車25蚊，好快就開一架噶啦。大部分戲院後座已經由5個半起到7蚊，1蚊都要睇噶，嗰啲細路仔中意睇啊嘛，係嘛？搵多啲外快啊，自己本份嗰份咧唔夠啊，咁啊又要去出邊搵咯。平時賺幾錢一日啊？平時40零蚊咁啦。咁你夠唔夠使啊？好難講啊，要交租啊，要食飯，仔女又讀書都好艱難噶。冇啊，從嚟都冇加過人工，一入嚟走咗過多啦，冇加過。小紅書